我哋3個自細都喺香港長大，大學返咗內地讀書。返內地讀書之後，我先知我哋同內地同學喺歷史認知國情嘅了解上差距咁大。香港青年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對國家有足夠嘅正確認知係好重要。我知道香港華夏教育機構編緊套書，呢套書係香港第一套愛國主義教材。我約咗幾位編委會嘅老師。咁我哋一齊去請教佢哋。好啊。好啊。今日我哋好榮幸嚟到創知中學，嚟同3位編委探討呢個愛國主義教材嘅問題。愛國主義教得到咩？係可以教得到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自然聯繫、有機結合。喺個課程裏邊，你揾到相關元素，你就可以攝入到呢個愛國教育嘅元素喺裏邊。當我哋講愛國嘅時候，要講3個層次，一個就係認識開始，我哋先係要從課程教學嗰個層面咧去認識自己嘅國家，繼而咧希望引導學生咧對自己嘅國家嘅歷史啊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制度咧有產生一種認同，最終咧係會行動。我哋以憲法、基本法、國安法為主題，作為一個切入點去編寫呢個教材咧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哋會教導學生一國兩制個基本法嘅出現係點樣嚟嘅。咁我哋梗係會講到鴉片戰爭，跟住到97回歸。我哋嘅權利、我哋嘅義務、我哋嘅責任係乜嘢？理科可以點樣同愛國主義教育結合啊？譬如講到物理科或者科學科講到輻射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講到等價先，用故事形式同學科嘅結合。咁呢咪會既係教到輻射嘅知識，亦都可以觸動到學生嘅心靈。其實係好容易結合嘅。各位老師，你哋細個嗰陣係點樣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嘅呢？好幸運地咧，我遇到嘅老師咧，其實佢哋都好懂得，好似頭先阿校長講咁樣，佢哋喺上課嘅時候，一啲概念同知識咧，佢哋就會利用我哋自己國家嘅一啲例子嚟説明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，亦都感染到我，令到我而家咧，其實我編製教材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係用相同嘅方式啊。而家咧就同以前嗰個方法有啲唔同，譬如有啲重要嘅日子918啊、烈士紀念日等等，我哋都會有一啲分享嘅。咁喺老兵錄咗落嚟嘅分享裏邊咧，只要你用呢個 AI 嘅時候咧，係可以好似同個老兵對話一樣。咁所以運用科技去做啦。而家我哋希望呢份教材係出邊嘅老師學生都覺得有趣，然後攞嚟用嘅。將我哋呢套教材出嚟咧，同時間咧，我哋會舉辦一系列嘅培訓活動。我哋同香港教育大學都已經有啲合作嘅計劃。編委老師話，今年9月份就會出中1嘅教材，明年9月就會出中2、中3嘅教材。我其實好好奇，同中一啲同學仔講咁深嘅概念，真係明咩？咁不如去問下中1教材嘅主筆林志恩博士。因為我都明白，即係中一嘅學生你要去諗啊，憲法好似好遠啊，對佢嚟講，尤其是喺香港一國兩制之下，我哋仲有基本法啦。咁兩者嘅關係點樣去理順呢？第一咧就係我哋從一啲日常生活嘅事例去做出發，譬如先由一啲校規啊，或者交通規則啊、地鐵附例去做切入先，令佢哋容易啲去明白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我哋有啲跨國嘅比較嘅，更加去凸顯就係我哋國家個憲法佢編制嘅一個底蘊啊。咁第3點咧就係我哋會用好多有趣嘅問題咧，去引導學生思考嘅，係由淺入深咁樣去學習。哇！今日真係好有收穫啊！好開心而家嘅學生可以有呢啲教材去幫助佢哋了解祖國啊！希望呢套教材可以幫助香港年青人提升身份認同，亦都要俾個 like 咁多位寫教材嘅有心人。